咱邀请到潘伟慧牧师要来讲道。潘牧师今日讲道的题目是“福音人啊，你写书题考，女人你哭什么？”敬仰的弟兄们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还有咱小师的邀请。今年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妇女事工90周年庆典的时刻，互我有机会特别伫妇女主日当回娘家，倒转来到伫永福教会，甲咱一齐来敬拜上帝。当我坐伫遮的时阵，互我头到伫今，我真爱讲这故事的时，足短的时间。我就想起足侪故事。我伫我的感想内底无，我一定爱先讲这故事，因为我今仔日的题目负责人，你写书题考。我头拄仔咧讲即个故事的时阵，因为永福教会实在是，当我迄时阵负责人，你为你为虾米题考的时阵，上帝互我，拄仔我咧题考的时阵。为我备办就是永福教会，伫遐互我伫信用得到真好的栽培。可能有真侪人，我伫开始讲这个故事，恁会到我倒转来当时，这已经差不多要31年前的故事。我学生时代4年要升5年，迄个时阵我拄失恋。我拄好上界艰苦的时阵，伫无人馆，以前拢咧叫潘美惠，即摆叫别人的时，迄时阵我心足悲吧，足痛苦。若是人讲的拜五，拢是新学生，要去度周末，我毋知要去倒位。我时阵上帝我备办，逐个礼拜五就是来中华来永福，所以我伫31当前的时阵，就做新学生，你拢毋知。我为拜五暗倒来，拜六到礼拜我才转去。所以头拄仔，互我倒转去，迄时即间礼拜二还袂去是旧的。伫迄个时阵，拄好蔡家湾牧师离开，咱拄好无传到遮的时阵，我做新学生。我伫想讲，一个新学生的实习金有9000块，那像无人有安尼吼。但是，我开始讲伫思考遮的，其实上帝足怜悯我，我会当透过伫我无花生来，拄着人生上挫折的时阵，互我得到，互我来到伫永福教会，我认捌真济，咱听主的兄弟姊妹，你拢陪我行过，所以头头有人甲我讲，牧师你较圆哦，时阵可能是失恋的时吼，是上界散的慢慢经历。所以我伫思考遮的时阵，有的人有可能就安尼人生旅程会无路，但是我伫迄1年久，互我无论伫主日学。甲咱的妇女的姊妹，透过每一礼拜会当伫遮互我训练操练迄个讲段，搁来有真济学习，实在咱遮的兄弟姊妹拢诚做我后半段我人生30年的无花生来，拢是真好的带导者。所以头拄仔伫今敬拜赞美的时阵，今仔日。一个传道者，伊会当伫上帝的国内底无全的夭折去，其实是有真济听主的兄弟姊妹，伫恁的关心甲带导。我想到我5年了后，我就继续伫中基开始修 CPE， 我搁拄着就很弟牧师，就开始伫遐甲我做真好的内在医治，但是无想到，是为我的5年伫遮的实习。以及到伫暑期的 CP 了后，这开始我人生的目标真特别的一条
献身的门。我嘛无想到，我迄个时阵了后，我头前的路要安怎行？过来是一个女牧师，是一个真无用的。所以我今早起，我用的题目恁会想哦，这妇女主就安那会要讲这种，这是啥物女人？你哭什么？我是真期待要甲咱大家来分享，因为伫妇女的事工，当你搁一遍来回顾，实在是足济的感恩。因为妇女的角色，你安怎重新会当提起？因为你若无家己自觉你的角色了后，你无办法来尽捌你这个角色。所以我就开始在准备的过程的时阵，20年前70周年的时，我拄啊做上中的议长。所以伫20年前，迄个70周年，我拄啊伫东海大学3500个妇女的姊妹，甲总干事伫遐讲道讲专题。我迄时阵我会感觉讲，迄是错甲要死。啊，要开创妇女70吼，我时我知影讲，啥物开创妇女新纪元，连这题目搁人主制定的。我想讲70，搁爱为迄啥30而立40而不惑哇，开始在想着70是啥物啊呢？但是我重新开始倒转去思考一个妇女的角色。咱拢知，妇女的角色伫咱中国的传统，伊是重男轻女，为着爱传宗接代。假使你若无办法去生着男的时阵，有可能这个媳妇伫迄个家族就真无用。我昨暗倒转来，因为我的妹妹媳妇昨暗拄啊要生第2胎，拄啊好我的弟夫啊。伊3月初3生吼，所以我差不多规个家族拢讲，遮佫有一个小婴孩要生的时候，甲你感日啦。所以阮大家人拢啊足期待，毋过即个婴仔就无要叫你收期待吼。结果是3月4号的清晨，透早28号才生出来安尼吼。毋过咱知，因为因拢生2个拢女的，毋过阮感觉讲，生男生女无啥要紧。但是有的家族因是真重男轻女，还佫要求女性一定爱三从女德，所以有真济咱过去的传统，男的是尊贵，女的是低贱，男的是爱负责外口，女的是要负责内底，所以才有造成真济角色的歧视。有的甚至敢要讲，若是查甫伫外面有小三。也是有外遇，迄拢袂要紧。嘛是女的红杏出墙，所以这嘛是伫性别嘛有真济无共款的歧视。搁了后有人咧想，女的伊一定是爱安尼安静，爱足顺服的。你若是若像较欠悬，安尼是人讲你太会使安尼。所以伫咱的真刻板的思考的时阵，拢已经将女性的角色。该规定，伊也是爱贤妻良母，所以有真侪人伫即个传统的包袱内底，妇女伊只有干那会当风看一个花瓶啊了。但是爱感谢上帝，因为耶稣伊来的时阵，伊就是妇女的讨棒者。妇女要安怎你着讨棒？若是耶稣，伊伫世间，咱已经要进入，搁到伫。3月，咱拢是要进入受难周，到伫耶稣的国外。但是咱拢知影，耶稣伊来，伊有12个使徒，但是拢是男的使徒，无女的。但是真正到耶稣伊顶伫十字架顶，军队里，到伊最后的是啥？就是这个女的使徒。所以咱知耶稣是和女性会当受讨伐。佮到伫使徒行传的时阵，保罗先生伊开始重新和女性的角色，嘛是有重新无共款。所以若是伫初代教会是女性，哪会使徛伫讲台顶，迄是袂使。迄女性一定拢爱加配，
才有种种的真侪的禁区甲规矩，所以咱幼园受到遮的传统的保护，包括伫咱中国的传统，所以有真侪女性嘛是受到遮的保护，伊无办法来得到头发。所以当我是伫台湾长老教会第26位的女牧师，我头拄仔伊伫咧坐伫遮的时候，我伫咧思考讲，帮助我一个女牧师会当为学生时代，搁伫中华中会，我伫遮做牧师，了为五凤教会5年了后，搁到伫中基5年，到做中会院长。我相信上帝互我伫即个训练甲栽培时阵，上介大诶感动，就是互我对迄个妇女的角色安怎去突破。因为我嘛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妇女，因为我妈妈就是足传统的，所以当我做一个女牧师的时阵，我虽然互看是足神女的，我今仔本来想要穿长裤，我讲唔好，伊原来穿裙安尼吼。但是我外表是女性，有人讲我你嘛是足爱水的牧师安尼吼。我讲啊，女性爱水这是理所当然，但是更较重要，这头壳顶的身是，我只有是穿裙的男牧师尔。因为我的思考是想讲，咱有可能迄个牧师是安怎讲话吼，一定要足有威严的，就是要有一个安怎，因为看会到的。所以人会感觉讲啊，女牧师，毋过我爱真感谢，我有真侪遮的前辈，无论是女的，还是苏素真牧师，以前为着足侪女性，我时阵伫五凤教会，搁伫做团队时，遐足侪女团，常常拢嘛走去五凤教会，搁开始伫遐讲甲着互教会欺负啦，啥物种代志，搁伫遐哭了，就互相冷的。搁去人生得到快乐，了后搁安排足侪，要安怎互妇女的角色、角色，有当时啊，伫迄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会记哩，我伫中华中会的时候，我讲，爱我伫迄个妇女的工作站的时候，开始帮助妇女。我会记我有一摆甲讲，妇女的姊妹，其实吼，会欺负迄个妇女女牧师的吼。毋是男的啦，常常拢是姊妹。因听伊讲，牧师你才安尼讲。我讲吼，迄常常咱是熬成火了时阵吼，迄拢嘛会要求，迄你拢无自觉的。但是你对男的牧师吼，你拢有包容；对女的牧师吼，当时我无包容安尼。伊甲我讲，你哪安尼讲？我讲我是咧讲我的心声安尼啦。结果，阮就是伫迄个过程，这算起来已经是20-30天前的时，我伫咧思考讲，因为我是一个足幸福，因为伫我在牧养的过程的中间，虽然是一间出世间的教会，但是有真侪迄个接纳甲包容，甲我做牧师了后，一跳就为书记就开始做副议长，就做议长，所以伫比男的牧师咧做中会的积分。我比伊搁较紧，有人咧甲我问讲，牧师你哪会遐尼幸福啊？你哪会安那？我讲，迄天时地利人和吼，就安尼甲我并办啊。我根本，所以有人咧讲，你属倒一派？即摆咱看做者中会内底吼，你一定要属倒一派，倒一派吼，安尼你才会当进入伫迄个核心的中会的政治。我较尾想我讲，无呢。我时阵就拄啊好，遐个牧长的大头，就是吴良牧师啊，拢是遐个拢足关心，就林英龙牧师。原来我较尾我想讲，因为我去做部当，拢在做每一个部教育部、啥物部，拢在做书记。我就是一个足乖，人叫我做啥，我就做啥。原来我伫女性的角色。我是一个足顺服，嘛足听话，互认为你是足乖的，所以人有讲有即个吼足乖，搁迄个当时拄啊咧期待女性爱进入到迄个核心的职位的时阵，
佮要求讲袂使，迄普世咧要求女性的角色的时，阮咧配的牧师个拄好，我是算讲较幸福。若像天时地利人和，我就互用上啊，所以我拄好127年头一位中会做女议长的，所以有人就咧甲我讲，哇，即时阵今年嘛足侪拢做议长的吼，毋过哪会偏偏就是你？我心内嘛常常我想讲，哪会足侪时阵我会当，毋过我到尾咧思考遮个，因为上帝真期待妇女。你要安怎重新伫你的角色的中间，你爱去有醒悟起来。你要安怎知影你的本事、你的才调，甚至你要安怎伫上帝为你平办即个服侍的平台内底，你会当甲伊同齐落去起造下伫上帝伊爱的即个角色。但是我咧思考。要安怎互女性更较了解家己，所以我会当去用这个题目。有人人你写书题考，今仔日我要对两段经文甲咱来看。今仔日我毋是讲查某人，男性是欲哭无泪，其实是足侪男性吼，迄其实是迄心艰苦，毋过拢哭袂出来。为什么？咱个自细汉就讲，来查甫的袂使哭。所以有时阵，我最近拄啊在面谈阮的精神科医生，我就甲伊问讲，伫精神科最近的患者啥物种上侪？伊甲我讲，女性比男性较侪。我讲女性的时阵，啥物种的患者上侪？伊讲忧郁症，还是躁郁症，过来就是迄个失眠困袂去。最近嘛足侪。因为癌症了后，互伊的情绪拢愈来愈无好。我讲人的有无？伊讲有。男的拄着的时阵就是自杀、自杀，比如足侪，有可能去到尾了的时阵的，迄个忧郁症种种。但是伫遮互咱去看，伫咱生存的环境，咱一定会拄着生活上。工作上、人际关系种种遮会挫折的时阵，你要安怎？咱来看圣经的头一位，伫马可的所在遐讲，有一个妇人人，伊患着12年的血流，甚至医生侪医生拢去甲伊治疗，伊受着足侪苦，伊的财产也拢用尽，但是一点仔嘛无好。伊的病反倒等于愈严重，所以咱看，即个血流10年久，一个人伊会当伫一个困境12年久，这是何等的痛苦！伊敢无找医生？有，但是拢无有更较改善的，所以即个人伊会当做是啥？就是失眠嘛，忧郁症嘛。有可能脾气足歹嘛，所以咱有看见，咱无拄甲即个姊妹共款是血流，但是你的血流是啥物？有可能是你的自信心、你的勇气、你的人际关系，你长期受到真大的困迫，你啥物物件拢愈来愈无去，你经历真长的痛苦，所以你伫遐啼哭，你的情绪是。失落、痛苦，行到人生的尽头。所以，这个姊妹，当你伫这种境况的时阵，你要安怎？伊讲，伊有听见有关耶稣的事，所以这个信仰已经伫伊的头壳内底，伊在想讲，到底这个耶稣会当互人是迄种的医治，会当互人平安？我要安怎会当透过伊，互我得到这种的帮助？所以，伊内心迄个痛苦已经是人的尽头，就是上帝开始。所以，伊伫遐，伊就讲：若只要我忘伊，安尼我就要得到。这是何等大的一份的信心！伊甲咱讲，耶稣，只要我忘着你，我就要好。
所以伊这是到人生的尽头的时阵，唯一的愿望，嘛是伊真心的一个瓦壳。所以，伊即种的动作，伊对即位耶稣迄种的信客，结果咧，伊的动作爱有即片了后，伊随做即个动作去甲摸耶稣的时阵，伊的迄老的源头就随打去。一个人伫痛苦的中间，你随时得到医治，你会当甘心。伊是我昨昏特别去来找。我伫阮妈妈过世了后，是有可能足侪因素了，我的第4目甲第5目，就安尼去脊椎吼长骨刺，全红个骨拢袂顶啦。到尾了，我来到伫台中去转机，就安尼上帝就陪伴迄个医生执事即个做长老，伊毋但是帮助我去看见我的哀伤，搁看见伊带我。将我的重担甲交托了后，结果迄礼拜了，我哭甲安尼，全呢伊将我心内迄个800拢哭了。第2礼拜迄个整机迄个蔡执事甲我讲，你后礼拜会过来。我搁去的时候讲，耶稣早起甲我感动讲，今仔日上帝要互你是一个喜乐的日。我了后，我全呢伫2005年的时阵。我的脊椎即个部分，我有搁长期去做保养，得到医治，我无变成做僵直性脊椎炎。无想到最近有可能搁有真侪的事，搁压力，搁种种的。迄咱哪像拢讲无问题吼，反正我拢会。但是你的身躯就会甲你讲，你又有状况了。我最近搁昨天人讲搁想着吼，昨天。去想一个暗时困起来时阵吼，透到心只吼，足痛苦足疼。连安尼一个架势，搁规个拢足共。毋过咧，咱拢知影，你搁出问题，你拢知。所以我迄时我讲，我上帝讲，上帝，我一礼拜久，我搁较认真，安怎运动，若是袂使的时阵，我就爱来去找即个蔡长老。所以昨昏。我就去互伊整脊，才讲无事，你即个是整脊吧？结果是突出吼，迄个突出就是歪伤济时吼，会怎呢去伤着迄筋，迄个筋啊，佮卡着的时吼，拄啊透到这心遮。我想讲，哪会安尼困的势，怎呢个规个，迄差不多咱心脏怎动要袂喘过。所以我相信一个人，你有你的病魔，还是你迄个痛苦，当你去得到医治的时，我相信你会当马上去感受。所以这个负责人，伊的迄个老，马上去打去的时阵，哇！伊想来讲上来，主耶稣，你哪医治我？结果耶稣，我就要互逐个人得到医治。毋过耶稣伊要医治一个人吼，毋是点点暗要互你医治。耶稣佫是足趣味的。啥物人摸我？迄样足歹势，迄是你家己的暗钱的迄个病。结果耶稣来讲，啥物人摸，啥物人摸我的衫去。结果其他学生讲，人遐尼济，客，哪有可能？逐个人嘛去客着你的衫？咱逐个人拢安尼拜，但是啥物人对咱的信仰，对耶稣迄种的信，我相信。就是对即个姊妹是要互咱看见。为啥耶稣问即项代志？其实耶稣就是要医治即个姊妹，毋是干那医治伊的身躯的病，要去医治伊的内在。耶稣当然嘛知影，但是耶稣要互即个人，伊家己讲出来，搁互伊家己知影，然后要医治肉体，搁医治伊的心灵。逐个人讲，是他有倒一个，啥物人摸你？所以耶稣伫迄个时阵，可能耶稣当面就甲看讲，啥物人摸我的衫去？还是耶稣讲，啥物人摸我的衫？我相信这是无共款。耶稣伊是一个真温柔的，耶稣伊会当去拍动家己你的心内。耶稣有可能迄个时阵，你问的眼神，反转头看伊
的时阵，啥物人摸我的衫？迄个姊妹看见耶稣迄个情形的时阵，伊知影，若毋是耶稣伫旁边，我今仔日犹原阁是一痛苦的中间，所以伊迄个时阵，伊爱勇敢踏出来，因为有可能会对遐尼痛苦的中间，会受讨伐，12年久的讨伐，耶稣看见即个姊妹，安尼足歹势，也是佫足惊讲。就是我啦，结果耶稣安怎甲伊回应？咱甲看，耶稣对伊讲：“查某囝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回去，你的病拢得到医治啊！”你有晓得？请问，伫你的人生路途，你捌啼哭，你捌哀伤？我相信，咱每一个人拢捌。你为什么来啼哭？有可能是为着经济，有可能为着人际关系，为着人冷漠你，有诶时阵为着人背叛你，有可能你就即个长期你伫遐痛苦。但是一个人无受医治，伊所受着即个本色，伊是继续伊会造成会去共攻击，去害人诶。咱要来看第一位的经文的中间，约翰第20章11节到18节，咱等下再过来看18节。这个故事就是玛利亚，伊是一个和耶稣伊伫人生路程是真痛苦，但是耶稣安怎伫这个妇人人的身上，和去经历生命的换心。所以，当伊上界寄望即个人，就是伊的先生，即个耶稣已经死啊。所以，咱伫人生还佫会啼哭是啥？你会拄着亲人的生离死别，拄着亲人的死讯的时阵，你毋知要安怎。我伫顶礼拜啦，我主持一会11个月一个囡仔，马多氏症了，即手嘛6载，即手嘛6载，骹嘛6载，两骹拢6载，拄好咱20支嘛，伊是24支，马多氏症吼。结果即个囡仔是罕见的迄个病症，所以医生就甲去对伊的爸母，伊的爸母足少年27岁，甲因讲这囡仔无可能会活真久，恁敢要继续？所以，即个囡仔自出世了后，就毛病足侪，常常拢伫 ICU 安尼出入入。有当时啊，就爱安尼带氧气罩，有当时啊，就气骨喘，有当时啊，就爱气切。即个囡仔佫活了，佫大着迄个足紧的，伊比2岁囡仔佫较大汉。所以伊迄个长大吼，咱的机器的，咱的生活机器无够的时候，伊活了，所以有真侪时阵，就还佫用迄医疗来甲伊帮助。一直到今年过年的时阵，即个囡仔怎呢？爱急救，拄啊救60分钟，所以到伫急救60分钟了后，即对的爸母已经开始想讲，伊遐尼辛苦，若是佫救起来。无定着，伊嘛是爱佫继续安尼，爱佫拢靠氧气罩，安尼即个囡仔是毋是因爱放手？所以最后就想讲，因要放手。到伫3礼拜了，过年了3礼拜，即个囡仔佫开始，迄下晡，因爸爸妈妈起来看了，因就想讲，伊佫遐尼辛苦，万一拢爱佫急救的时阵，无咱着因真早就请，过医生拢佫甲问伊讲。阮即边可能伊若佫遐严重安尼，阮就莫佫甲急救。结果迄个囡仔伊会甲爸爸妈妈讲：“你们已经饶了我吧，那我要走了。”所以伫迄间下，即个囡仔就足平安的，就因去食物件，转来了，即个囡仔就倒去。伊是一个，伊毋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，所以即个爸母是我负责的单位的员工。了后，
伊就期待讲，啊，即个囡仔望伊莫受着道教迄个人讲的六世轮回、六道轮回。啊，无后摆伊若是轮回了变成仙了嘛，变迄个，哇！因的心就足惊吓，啊，因就伫期待讲，啊，敢会使用要去天堂啊用啥？啊，个因的同事就问讲，啊，你甲牧师讲，我就甲伊讲，因为我捌照顾小儿科，啊，拄啊好共款，嘛是一个罕见的疾病，伊是无脑的，啊，到尾伊的父母就是讲，伊无望伊的囡仔就是去地界，伊望伊会当去天堂。啊，迄个基督徒的医生讲，安尼我请阮的牧师来，所以我伫家己的时阵，我就关心即个。到尾了，即个家庭因就足欢喜的，就将即个囡仔透过迄个仪式就已经等于天堂。我就甲伊讲，啊，佮有当时礼仪社会甲伊讲，白发人不能送黑发人，所以我就是咧处理即种的生离死别。我常常拢会甲迄个20几岁的囡仔，还是迄少年，我会甲伊爸爸妈妈讲，伊的囡仔只有2岁，你要互伊家己行，还是讲无？我一定爱送。我讲好，那安尼，你有啥物担忧？伊讲我拢毋知要安怎，我讲不要紧，为头到尾我规个甲你处理。结果无想到伊的老母，啊，佮伊的迄个丈夫，因阿夫啦，啥物全部拢到。佮到我足受感动的，即对的父母用2天，将1年11个月，伊家伊的囡仔翕的相片，为2000几张安尼去甲做透12分钟的偷看。到尾我就用讲，用阮细囝就问我因为伊有担忧讲，牧师会使甲迄个囡仔死去，会使搁甲洗礼。我讲毋免。我讲即个囡仔，伊已经是上帝的怀抱。啊，可能你有人讲，牧师你确实，我讲因为讲咱若无亲像细囝，就会当接上帝讲，对无？所以即个囡仔，伊出世到遮，迄真正做痛苦伫抽痰的时阵吼，迄个囡仔嘛踮遮我抽，啊，迄气切咧，爸爸妈妈想啊足痛苦，迄囡仔较轻松咧，啊，就笑，伊将迄个每一个粒命迄个。互你看到就足心疼。我以前我就用一句话，因为你是为爱而降生，因为你是为爱而降生，就甲伊俩分享。所以你会看，咱人面临生离死别的时阵，你嘛会低头。所以玛利亚伊伫伊生命中间，伊有经历耶稣安怎去改变伊的生命，他想袂到。即个伊的生命真重要贵人吼，已经死去啊，伊上痛苦。所以耶稣的12个门徒吼，出卖伊的，死的死，逃的逃啊。结果真正送耶稣到底，最后各他的，实在就是遐个真爱。佮到底耶稣到互安葬伫墓里的时阵，玛利亚伊就来到伫墓园，伊结果。看见梦空空，到尾佫看见2个天使穿白衫，一个坐伫头，一个坐伫伊的骹。天使甲伊讲：“夫人啊，你啥事啼哭？”啊，伊甲伊讲：“毋知啥物人甲主耶稣的身躯，毋知摕去倒啊，我毋知伊伫倒位啊。”我相信，当咱所爱的人无去的时阵，咱的心要憔悴，佮毋知伊伫倒落的时阵，你会好冷会痛痛。结果呢，耶稣伫人生有时阵，咱嘛会真侪黑暗的所在。迄时阵，哪像还佮天还袂暗，天还袂光。但是人，这是咧代表，当你的心若伫黑暗的时阵，你迄是绝望的，拢无有期待，是非常的痛苦。所以天使伫遐甲问，迄个天使甲问的时阵，伊嘛知讲，啊，你是顾问的哟，你甲我讲啦，啊，迄耶稣恁甲刷去倒啊，啊，你甲我讲，
因为伊迄个伫痛苦中间，伊目睭是青的，是暗黄的，伊看袂到。所以耶稣了后就对伊讲一句，耶稣甲伊讲：“玛利亚。”耶稣讲：“玛利亚。”可能耶稣在甲喊玛利亚的时阵，玛利亚就反转身，因为这个声是伊足熟的声，伊马上知影，你是拉普尼，就讲你就是先生。所以当伊回头听见迄个耶稣甲伊讲迄个声的时阵，伊知影，原来你甲我讲话，这个人就是耶稣。所以伊全咧要去甲扭，耶稣甲伊讲：我未到别所在，我爱先倒转去见我的爸，你爱去兄弟的所在甲因讲，我要上天，也是恁的爸去见恁活大粒的玛利亚，就倒转去甲阮道讲，我已经看见主，佮将即项的事去甲证明过。所以咱搁一遍看见即个活大粒的玛利亚。伊是头一位去看见耶稣，伊对死个我。但是咱有看见，咱有时阵伫咱人生拄着困境的时阵，甲伊的光景拢共款。咱目睭暗昏，咱看无路。但是你有办法去一遍回头来到伫主的面前的时阵，你有迄个勇气去帮伊无？有可能耶稣来讲。头一个是耶稣用阮迄12年迄老的去帮伊，但是耶稣伫遮来讲，慢请帮我。耶稣有时阵毋是你咧帮，伊有当时会透过侪声音，互你去经历着，你有去经历着即位国外主。假使咱嘛无心，伫咱人生路途，其实咱会受到真济的包袱，甲咱牵连。所以耶稣就讲。我大了玛利亚讲，你爱去将这项事爱去宣扬。所以就兄弟姊妹，我今仔日搁一遍甲咱讲，伫咱的教会妇女的姊妹差不多拢要占3分之2，比如占足济。伫一个家庭，妇女的角色若是用肉粽头，即个肉粽头若寒好迄规家伙嘛是拢。人咧问讲，是丈夫才头，还是太太头？我甲你讲，耶稣基督是头啦。丈夫可能是一家之主，但是即个太太就是迄个阿妈棍。你若毋是甲连咧，两人毋是结连做伙时甲要想要坐头，迄拢无效。所以，咱咧面对咱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，有拄着真济的问题。咱看见，咱最近上夯的新闻就是林书豪，搁有惠女休斯顿。咱来甲看即两个家庭，拢总是为基督教的家庭来。但是，即两个家庭，林书豪伊的妈妈，伊咧教即个囡仔的时阵，伊就是甲伊讲，你会使拍球，毋过咧，你爱甲册读好，搁较重要。你一定爱尊主最大。有足侪人佢开始问讲恁妈妈你是安怎教囝？有可能，而且有咱看见一个女性，恁妈妈23个家己拢查甫啊嘛，伊真正是迄个男生宿舍女舍监，对无？但是伊有办法将信用安怎来甲即个囝儿。和伊会当尊主最大。咱搁看见费米休斯顿，伊嘛是伫基督教，上帝好伊有足好的歌喉，但是有可能伊嘛是伫一个破碎的家庭。咱搁看日本的艺人，伊嘛是伫一个破碎的家庭。所以当伊搁迈进婚姻的时阵，有可能是拄啊好会食赌。搁啉酒，搁来自我形象，搁毋是真好势。伊最后，伊的人生，伊无办法搁一遍来去了迄上帝，反倒等于伊是照着家己的方式。所以咱连回头看见，
伫咱的大环境，咱会面对真济的迷惑，会拄着真济人无拄用真正面来对待咱，所以有当时咱会互人对咱的行事用无好的方式甲咱错待的时阵，咱要安怎？有可能你嘛要敲找你的角色，你在敲找你的幸福，到底真正的幸福对叨落来？真正的幸福是毋是对上帝来？上帝要互咱伫听的中间，有真侪人讲，真正福气对倒来，财主福禄寿。我爱趁足侪钱的，但是有人真侪钱趁足侪了后，反倒等于感觉讲婚姻破裂。啊，结果伫即年即期的蒲公英，伊咧问咱讲，要安怎敲找着幸福？啊，伫遐有一篇文章，伊就来讲，讲有一个青年人，伊就是事业足好的，结果伊到尾，因太太来讲，我要甲你离婚，爱足不准的，爱就将这样事去甲伊阿嬷讲，伊阿嬷来讲，说，来，咱来生大富翁。啊，就开始算，啊，结果即个阿嬷的手气阁足好，拢伊赢啦，啊赢了伊就阁起厝，啊了伊就算了。即个阿嬷做有智慧来讲，孙啊，咱人生吼，可能像去算一个大富翁，但是大富翁你会趁足济，啊，阁起厝吼，但是游戏算了吼，啊嘛结束就归零。但是人生无共款，伊讲人生，你若是无投入听，你有可能到人生煞尾，也是到某一个坎站，你会看见足侪艰苦事。迄个少年，迄个伊的后，迄个孙仔去哭讲：阿嬷，我干那想讲，我家己趁较济吼，趁转去就有够呀。毋过咧，我无将听带转。伊有钱的存款，无有听的存款，所以阿嬷就来讲讲，你爱付上你的听甲心，你要得到幸福。所以咱就爱机会，你就来去看即期的迄个魏牧师，伊有用足侪你安怎要得到幸福，你的人生优先的处事，啥物是你爱看重的，啥物是你家认为是上价值的。所以咱要安怎得到咱的？找到咱人生的方向甲价值，每一个人拢会拄着人生的困境，也是拄着危机，也拄着生离死别。但是你若已经有准备真济听的存款，亲像即边2月初啦，古门神父，伊有去甲阮伫病院讲，阮要安怎经营，阮要经营要评价。啊，伊咧介绍一项，就是讲，你安怎建立一个有价值的迄个医疗的大环境。到尾伊就讲，迄个价值是啥？伊讲，哲学有4方面的价值。人在追求公义，人在追求啥？人咱爱伫生活中间，你要有勇气。第3方面，你就是爱知影你的迄个职责。第4方面，你也会晓分别的智慧。啊，我相信咱大家嘛知，啥物互咱痛苦，就是无公平、无公义。哇，咱会足痛苦。但是当你面对无公义、无公平的时阵，迄背后的勇气是啥？你就爱到重新倒转来到信仰的价值。信仰价值有3项，就是信心、望甲听。所以伫遮你就会当去分辨，啥物时阵我爱吞忍，啥物时阵我爱争取，啥物时阵我爱顺服，啥物时阵我爱努力，爱有坚持。所以就讲这人生难免咱会低卡，但是咱要安怎行做一个对的人、坚强的人。所以尼泊尔伊讲，上帝。求你予我一粒安静的心去接受我会当改变，求你予我有勇气去改变我会当改变，佮求你赐予我有智慧去分辨会当改变，啥物是会当改变。我相信信仰会当互咱正确的价值观，即个正确的价值观就会当互咱去经历上帝爱咱
经历会丰富。所以伫诗篇68篇讲，祝福命令，传好消息的妇女，要结做一大群。所以今年妇女事工90周年，咱要伫9月份，要伫真理大学，要伫遐有庆祝。我相信这个庆典就是要搁一遍来讲出上帝安怎装备咱，安怎互咱去体会伊最的恩典。所以报福音、传好消息，伊的脚业是何等的水。所以上帝意爱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特别今仔妇女主日，我也招做一个女牧师，我希望咱一定爱先去了解我的特质是啥，我的优点是啥，我的缺点是啥，我的上界会当发挥的点伫倒落，我会当搁一遍将家己奉献。上帝伊就要伫咱的中间，将咱的恩典加添伫咱的中间。所以我头拄甲你讲，我已经超脱上帝互我就是经历真济的苦难，所以我写的论文就是苦难的时刻。所以我以前拢甲讲我是苦海女士。但是我甲我的妈妈过身了后，我搁一遍，差不多1年足哀伤的。我迄边去上一个课，叫做中年再出发的课。迄个老师伊就定心甲我讲彭叔，你吼一定伫迄少年、青少年吼长无过的时阵吼，你毋敢反抗阮亲的，你即个吼中年你才咧抗议啦。我真正开始去整理我家己的生命了后，我才搁较清楚知影讲，我要安怎定心？我即伫迄个时阵甲我讲，定心人生要搁你写你的迄个座右铭，要搁写你的剧本，你要写啥？我讲我袂去做苦海女士。你知影我要继续要搁演的，迄剧本要演啥？要演啥？较大声。非常好。结果你知影，我甲号一个名叫做亮丽人生。其实我感觉讲，我对迄边我的妈妈了已经要6年久，我请过迄个价值甲定心专备，我幼儿嘛是咧讲苦难心，所以今年的9月份，因有互我一个workshop，就是讲如何走出伤痛啊！我回头去看讲。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生命都有故事，特别伫迄个心理学的叙事治疗吼，咱拢会主流论述，逐个人拢嘛喺传统一定爱安怎的模式。结果我来讲啊，每一个人拢有伊特别伊的故事啦。你毋免去欣赏别人的故事啦，你着好好定心去看上帝伫你的生命故事，伫你的家庭是啥。你着好好活出你的故事。你还要外化定心去甲解水，搁定心甲命名。所以我讲嘛，我以前拢认为讲，我妈妈苦海女士哦，伊大尾我细尾安尼。等我妈妈死时我无通搁幼伊我全呢规个拢垮掉。但是上帝伫迄个过程中间，定心讲，你着爱定心活出你。所以我为迄边了，我有感觉讲，搁经历我的先生离开，搁经历过妈妈死了后。迄是拢人生上界大个悲惨，就是你上至亲的人，搁若搁算起来，以前嘛捌搁失恋过，搁嘛捌做这个，搁加起来，我人生失落的故事还不少我就开始教学生讲，你要将你的失落的故事去写，搁定心去，若搁定心这边搁讲，即个咧教哀伤辅导，哀伤危机辅导，我感觉讲。有时阵拢是学生咧帮助我，因为我会等一寡问题，结果去听别人的故事，别人听我的故事足趣味。我在去年去演讲的时候，结果演讲了时，有一个姊妹来甲我讲，老师，原来我就是讲我是全世界上歹命的查某人，结果听你的故事了，你比我歹命搁较侪倍，所以我还是足幸福的，所以就甲我握手讲，我要转去甲。要去甲上帝讲，我袂阁讲我遐歹命，
有可能当咱家己拢认为躲在角落，咱伫遐咧思考。但是当你搁一遍，倒等于看圣经吼，搁去听人的故事的时阵，咱会发现，其实咱是一个非常幸福。所以，就有兄弟，伫妇女主日，咱嘛有兄弟，你要安怎搁一遍，甲你的太太，甲你的查某囝，甲你的妈妈，等于爱甲因鼓励者。有可能咱的女性有真侪拢足侪包袱，但是你要安怎甲你的包袱摕掉？就是咱那个倒转来甲耶稣的信仰的面前，你去甲看，咱拢是照着上帝形象所创造的，所以咱是甲上、甲人、甲女是共同、甲主同工要去管理，所以咱若会当去看见遮的，咱就会当搁一遍，亲像去经历迄个国外的主。咱会当伫绝望的中间，咱有信心去保密，咱会得到上帝和咱的引领，愿上帝引带带领咱，和咱头前的路站拢是幸福的，愿上帝祝福咱大家。全能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让阮搁一遍回顾阮过去行过的日子，真正拢总是爱献上感恩。我嘛搁较望妇女事工伫这90周年的大会，会当搁得到上帝你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互阮伫妇女主日，全台湾的教会特别咧思考上帝，你互即群的姊妹要成做勇士，要互因去看重因的职责，要互因内心遮个包袱啊，会当伫你的十字架骹会用甲担掉。会当互因用真诚的心来对待，用美好的心来欣赏周围，用负责任的心来做好伊份内工作，用谦卑的心来检讨家己的错误，用欢喜的心来分享伊伫上帝所领受的恩赐，安怎来分享伊对人迄种的喜乐。用放下家己的心去帮助有需要帮助。主，你甲我讲，互人会比替人较有福气。望将这一切荣耀拢归互互主。以赛亚，你对阮讲，去听见主你的声，我通自罪，请替我去。你我拢是会当勇敢对主讲，主啊，我伫遮，请找见我，互咱。伫永福教会的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手牵手、心连心，来完成上帝所交托传福音的使命。愿上帝也施恩祝福伫咱的中间。咱安尼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